鼠牛平安。平安。这摆这个迄个 WebEx 吼，咱想当 Chrome 会当互你 Chrome 去，会当去接去你的以后电视会当互你接去哦。电视哦。伊我头起来有一个会当互，咱想会当互我，你若普通你也有迄个 Chromecast 的时阵，你会当爬起的。哦。变成会当去你迄个大荧幕。但是伊，我无甲试啊。伊有一个伊下骹我要打 click 下骹要互我选定的，看要我 connect to video。安尼啊，我这个看觅，我无注意。以前我无看到，今仔日看到。咱若普通你要看 YouTube 怎样回，你会当你也有接去你的用手机接去你的电视嘛。哦，伊即摆有哪像有即个function的可能。但是你电视爱有迄个会当接受迄个信号。是啦，对。用啊要落雨啊！你是安怎含迄个陈律师接触着？我着搁甲敲电话啊。哦。啊，今仔日终于伊接起来啊。哦，安尼。我进前伊无接啊，啊老话伊拢搁透过五毛枢纽去甲我传话。嘿啊，对啊，啊今仔有接有接就甲伊小可讲一下安尼。哦。嘿。啊，你叫伊写。嘿啊，我讲着需要啊，我嘛无资料安尼啊。嘿啊。安尼好啊。嘿啊，文化影袂起来。功能蛮高哦。文化影平安。文化影，平安哦。平安。好，来我甲 PowerPoint 用起来吼。奇怪，小等一下哦。安尼有较大吼。咱先来祈祷。听台湾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保守我每一个兄弟姊妹伫这个疫情、伫天气变化中间拢有受到你的看顾。阮也特别求助你来保守阮的家去的美国伫即个总统选举中间，也有一真特别的代志在发生求助你来亲自掌权。阮也要特别为着吴某孙女的身体祈祷，求助你甲伊生个伫地，将文化影文化所强权交托伫你手中，祝你详细来看顾因。阮为着伊丽姐的感冒来祈祷，求助你来用你的圣神的气力来甲伊医治。为着今仔日阮的组织来献上感谢，求助你来甲阮三个基地。
阮对保罗的宣告特别是甲这雅典中间这个民间宗教的对话来帮助阮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好，来，今仔日第17章要看到完吼，主要的城市是雅典啦吼。当然，这中间咱前礼拜已经有讲到，伫帖撒罗尼迦了后，伊佫逃走保罗吼甲这个伊两个同伴拢逃走，因为遐人又佫甲因安尼甲关起来吼菲律宾啦吼，是咧菲律宾了有一寡问题吼佫去到帖撒罗尼迦了后拢拄着一寡困难，然后佫逃走吼雅典了后佫有一个城市吼基本上这个今仔日焦点拢放伫雅典中间啦咱小可会去讲着附带讲着吼同款咱来看这个地图吼，就是第2摆行程吼这个是行这个陆地的路安尼来行，即马就来到菲律宾了后，帖撒罗尼迦，今仔日来去讲到这个另外一个城市伫帖撒罗尼迦了后，这个庇里亚吼伫遮吼，了后就看到因是坐船吼，保罗是坐船来到伫雅典来到伫雅典这个所在吼这个较特别的一个行程啦吼咱会对于庇里亚开始来讲，要讲到雅典吼今仔日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7章对16节开始一直到落尾吼。庇里亚咱前礼拜有小可讲着伊是伫帖撒罗尼迦的西南边遮吼咱再转来看地图伫遮吼帖撒罗尼迦伫这个所在伊西南边遮大概位置咱知影伊就是一个内陆的地吼较无外海边伊遮较特别是有一个山啦吼，有一个山才有一个古城。当然伫迄个所在，当初时你若准讲伫主前主后所起的这个城市基本上拢真古啦吼渐渐伫现代这几百年来拢有一寡古迹在挖出来吼，这中间即摆的人口嘛无济吼，15000人尔吼。所以伊是一个真细的城市，但是伫当初时是算讲真重要的这个交通要道啦吼，所以是马其顿这个帝国，还是讲马其顿省真重要的一个咱讲军事交通的所在安尼吼我特别去找这个地图，互咱看就是讲，互咱知影讲是安怎保罗这抓大部分。拢对陆上的吼，除了过这个爱琴海、黑海、爱琴海这个海峡，坐船过来伫这个马其顿了后，对帖撒罗尼迦行到庇里亚了后，是安怎会走去坐船我特别要互咱看这个地理啦吼，这个地理就是讲，伫遮呢，遮拢是山，你看遮拢是山吼，我甲伊浮掉吼。这拢是山啦吼，所以伊无法度，基本上是无法度。咱即摆现代地图看起来有路啦吼，当初是有可能无路，所以因就需要换去坐船吼。保罗尾也就坐船对才出去，去到伫雅典的所在吼。咱知影伊的路线安尼啦吼，所以伊拄着这个山吼，拄着这个山脉挡条的，所以伊就坐船安尼落来吼。有可能是。因为要来遮，所以过去坐船较紧吼。你要看遮的路真歹行，遮拢是山，遮是山吼。遮要过来，有可能会搁用较侪时间啦吼。原则上就是伊用伫庇里亚到雅典是坐船吼，会坐船。因到保罗西拉甲提摩太来到伫帖撒罗尼迦，算是逃难啦吼。伊伫迄个所在去互安尼甲因赶要甲因拍即种的情形吼，所以因遐兄弟就赶紧甲因带走吼，就伫这庇里亚
暂时踮伫遮啦吼，暂时踮伫遮，然后保罗才先离开，继续去到雅典。啊，伊去到雅典了后，伊才检测是找人倒转来叫吼，是讲叫人传配安尼吼。雅典今仔是咱要讲的重点啦吼。雅典这个字是对是迄个女神的名来吼。当然伊咧讲城市甲讲女神吼，的叫法会无共款吼。我想这了解就好，这毋是甲严重甲迄个真理得救有关系但是就讲咱大概知影伊的地理历史这个名称是对安怎来雅典女神伫希腊的这个神话中间，伊原来有一身的红像吼大概伫现代过去几十当学美术的人吼，嘛差不多拢会去画着这身啦吼，雅典女神吼伊有翻译做阿天奈吼，这个吼，这个是 N 啦吼，英语发音这是 N 啦吼，这是 E 的长音，这是 TH 啦，希腊文吼，这是 TH 吼，阿天奈吼，这是 AI 吼，这是 AI， 歹势帽子歹写字吼 ，OK， 所以阿天奈啦吼，大概知影伊的迄个吼。嘛那有翻译做阿典娜吼，雅典娜吼。好，边仔有一个山叫做雅略山啦吼。这个雅略山是伊意思是讲是一个足大石头的意思吼，足大石头吼。伫遮有一块大石头，因伫顶悬就起一个城市伫遐啦吼。伊意思是讲伊是一个战神吼。亚列斯也是讲阿瑞斯吼，的石头伫这个所在吼。伊当然过去的城市咧号名拢甲遮的人名，也是讲伊有伊真正的意思安尼吼。亲像咱之前有讲迄个德性的意思啦吼，有迄种其他用人名，像讲这个帖撒罗尼迦就是迄个第一小妹的名安尼吼，等等遮的吼。所以咱大概知影讲这亚略山吼，伊是一个真悬的平台吼，顶悬有起这个城市，咱再看吼，这个真大的安尼吼，大伫这平台遮吼，伫遮有个起神庙吼，这就是希腊神庙的起法啦吼，咱大概拢会当看得出这个伊的起造的形式吼，希腊式的真清楚，就是条仔起介侪支啦吼。希腊式的吼，我貌似那无太清楚 ，OK。希腊式的就是这个会去介侪条吼，伫这个所在吼。好，伫人物顶悬，咱会看到讲，保罗、西拉、提摩太是第二摆行程中间做伙宣教的一个团队啦吼。较趣味的是讲，伊到帖撒罗尼迦的时阵，讲到。遮的帖撒罗尼迦人也真认真啦吼，但是吼伫到地理也是讲，遮人比帖撒罗尼迦人吼较文明啦吼。伊的较文明到底是啥物意思？是因为遮的人较有受教育，也是讲经济较好，看起来较有安尼礼貌，也是安怎？也是伊对信仰的追求较热切，基本上是对信仰追求较热切啦吼。这是保罗的焦点啦吼，伊讲伊才有敬虔的希尼里的这负人人。咱上礼拜有小可讲着吼，大概伫保罗咧宣教的行程的中间，分做两种人，比较较热情咧追求信仰的，大概拢希尼人啦吼。比较较会来作乱的，大概犹太教背景的人吼。所以你会当看伊讲保罗伊真注重，还是讲家己真看重这点，就是讲对外邦的宣教吼。所以伫遮伊咧讲到遮敬虔的希利人吼，当然伊也讲到遮犹太人是无文明啊，伊若大概差不多去用赶去用拍还是安怎吼，拢甲犹太人有关系啦吼。犹太人中间其实嘛有敬虔的人，不过伊遮会当做一个对比啦吼。伫
伊咧得走时，对太宗尼甲得走的时阵，有一寡兄弟来帮忙伊，互因会当得闪遮的压迫啦，还是讲遮人甲拍安尼吼。伫伊去到雅典了后，伊特别有讲到，即个城市拢总是偶像，含即个城市的名，就是一个偶像的名，一个人名吼，一个女神的名吼。所以你会当知影讲，伫希腊基本上是足侪即种咱讲道神的崇拜的背景内底。但是更较特别的是，保罗去到伫即个城市了后，伊所拄着的毋单单是遮的所谓的偶像崇拜，也是犹太人的论争尔定。伊遮阁有一寡铁盒的物件走出来，就是即两个人吼。伊比鸠鲁甲斯多亚吼，咱知斯多亚学派，这是伫希腊足有名的即个铁盒家啦吼。咱讲学地学的人，大家拢知影即两个人啦吼。这是两个学派，伫遮保罗有甲因伫遮做辩论吼。伫圣经的中间，咱会当看到伊伫遮咧甲因辩论。当然。特别是讲到耶稣甲各话的道理，你就知影讲，即个希腊遮的铁盒，因基本上因无相信各话的道理啦吼。所以伫遮保罗圣经记载，保罗甲遮即群人有一寡辩论吼，伫遮辩论，因为即两个人伫在地的影响力真大，所以保罗会甲因有一寡。伫思想顶悬，还是讲伫即个学术的顶悬的论证伫即个所在吼，即大概咱伫今仔日会去看到的经文的重点吼。伫遮看到即个雅典人佮住伫遐的人客吼，你会当看伊讲，遮基本上嘛是出外客介济啦吼。基本上虽然当初时的交通毋是像咱即摆遮方便，但是一寡雅典是属伫即个海边的城市，伫遐有一寡通商啦，有出外的人因踮伫迄个所在，因拢伫遐做伙来组织来追求因伫遐当然有鬼神的敬拜，这嘛是咱咧讲传统的宗教的中间，拢会甲鬼神的崇拜有关系。当保罗伫即个雅典城咧行的时阵，伊看到一个牌刻一个讲袂捌的神啦吼。这个是一个 keyword， 伫今仔日咧讲到保罗伫雅典传福音的中间，伊写是一个 key point、keyword， 伊伫用即个来甲因讲国外的上帝、创造的上帝吼。所以伊咧讲恁袂捌的上帝是啥物人？伊用安尼来切入伫即个讲到福音耶稣国外的事啦吼。这是伫保罗，我感觉会当互咱来学习的，就是讲，咱有当时对其他宗教拢真排斥，对因的信仰无介了解的时阵，咱真歹甲因对话吼。保罗用因的物件，因会当了解去甲因切入，去甲因切入，去甲因传福音吼。这是今仔日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物件伫这个所在。24节到31节咧，你就开始用迄句话来切入了，开始甲因讲到上帝吼，来讲到国外的主吼。31节就讲对死国外吼，互万人通信的这个编句等等遮的吼。好。当然，伫遮所在会当看伊讲32节以后，就咧讲到遮人听了吼，有个人吼，毋相信啦，有踢笑的啦吼，有个人相信啦吼，后壁佫讲到一个官吼，有一个官叫做Dionysius 吼 ，Dionysius， 伊伫这个所在，伊也真趣味要爱知这个道理吼。但是当然，这中间嘛有人甲阻挡啦吼。这个呢，伊伫遮有甲一个有信仰一个负责人吼，叫做
马里来做伙来接受信仰，而且伫遐吼成做一个信徒安尼吼所以咱会当看伊讲保罗伫遮换真积极，而且伊阁用一个咱拄则讲的重点吼，我倒来用这个为世之神，恁毋捌的神这是因写的。你知影讲一般的传统的宗教来讲，我伫今仔日的这个地方内底有讲着讲，因安那。因感觉讲家拜家宝贝啦行拜毋着就惊讲你毋拜安尼尔，有即种的心态所以虽然因毋捌的神明伊嘛会当伫遐拜安尼敢若台湾的一贯道共款一贯道是啥物？逐种宗教的神伊拢也摕入来咧拜安尼好。第三个大点就是因离开帖撒罗尼迦，当然咱知影迄个原因啦迄个原因就是讲因受到这个迫害受到迫害这个我读个13节啦帖撒罗尼迦犹太人知影保罗去避这个11节啦帖撒罗尼迦的人受到这个道啦这个因伫遐知影要知影对无但是这犹太人因就拢会安那会想要来甲因扰乱啦第6节迄个所在嘛是安尼因拢伫遐来扰乱控告因用这个耶稣个另外一个王安尼讲因安尼违背要创一个另外一个政治安尼所以无论伊伫帖撒罗尼迦是伫庇哩亚，即阵犹太人拢带一寡人去甲因乱所以帖撒罗尼迦的时阵就是安尼因受到阻碍所以因就对帖撒罗尼迦去到伫庇哩亚这是咱伫这经文中间去看到的第5节到第9节安尼伫第10节的中间伊看到讲因有个走去庇哩亚去甲因乱所以因虽然暂时秘伫遐，保罗又个去互这兄弟甲伊带走当然西拉甲提摩太无对伊去啦保罗先走到伫雅典对庇哩亚了，伊又走去雅典安尼迄群人佫一直对安尼伊即马即届走去，就走较远去到伫雅典的所在，然后伊才安排这提摩太甲尾才去所以咱会当看讲，有一群兄弟是足热心真咧追求嘛真固守保罗因的安全伫这个所在，保罗去到伫雅典了后。保罗看到遮充满偶像的所在啦我感觉咱台湾人可能袂生分啦，因为安尼讲的两三骹步若毋是一个神坛，就是一个庙寺一个钟头会当有几10间我伫迄个鹿港的牧会中间迄个人口大概9万10万安尼尔迄对迄个神坛、对庙、对寺，甲即个咱咧讲家庭这个坛差不多300几个啦无登记的佫无算在内所以咱会当知影讲，其实台湾的情形甲这雅典足类似足类似保罗伫这雅典的时阵，伊有伫遐听候伊看到遮拢是偶像，所以伊就真着急伫这个所在伊嘛甲人辩论啦咱就知影讲有犹太人有一寡其他人辩论这是伫雅典就知影雅典伊是一个海口的城市这是地中海，所以基本上伊是一个往来真热切真侪人咧出入的一个海港城市，所以也有真侪南接伫这个所在啦咱大概知影这个背景的时阵，伊就看到讲遮有足侪的偶像佫有希腊的铁盒伫雅典算是一个本基地啦伊遮的人是对遮发展出来我拄则讲铁盒的人大概拢读过遮的人的物件的著作等遮所以保罗伫遮嘛甲遮的人咧做辩论啦伊伫遮就讲到遮的人所讲的物件，
甲伊所咧讲诶耶稣搁活诶道理，因伫遐用安尼来辩论吼。好19、20、20伊就讲带伊到迄亚历山，咱就知影伫边啊，雅典边啊有一个山吼，因伫遮也有咧讲着，因为迄是一个神庙诶所在，嘛是一个真重要诶迄个军事诶地位啦吼，这就是雅典娜女神啦吼，迄个像啦吼，雅典娜女神 ，OK。这是一寡当地雅典诶这旅游诶相片吼，有你会看讲伊遮形象介济啦吼，这个希腊式诶建筑，希腊式诶建筑就是吼条仔介济，条仔介济吼，你会知影尾罗马嘛继承即种诶，罗马伫因诶建筑诶中间真侪拢用迄个勇士啦吼，去拼这个厝吼，用安尼来起厝吼，这希腊的神庙啦吼，就是咱拄着看伫迄个雅典神庙吼，这样，好，拄则讲的迄个名甲翻译顶悬有足侪无共款的翻译吼，基本上这就是拄则迄两个地下家的名啦，因伫这个所在就甲因有一寡辩论吼，咱伊比鸠鲁也好啦吼，伊比古罗吼，这是无共款的译音的翻译啦吼，因大概是伫主前200几年就开始踮伫这个所在有发展一寡铁学的物件吼，所以因迄个学派伫遐是足有组织的，嘛有因拢会训练一寡学生，所以因迄个学术的派别是足强啦吼，伫遐保罗甲因遮的辩论吼，但是因的主张吼，你知影希腊人吼，基本上是享乐吼，享乐啦吼，因感觉讲吼，天顶拢是遮的圣洁的所在吼，过着真安静幸福的日子吼，无要插烟仔树的啦吼，因无相信灵魂未死，嘛毋相信人会搁活吼，毋相信搁活这个代志吼，所以伫这个学术的中间，因的享乐的主义嘛造成一寡咱咧讲的放纵。伫道德上的放纵等等遮的，咱会当看到伫希腊甲罗马的时代，基本上因的人拢是受这个影响吼，这种思想的影响，所以因感觉会当有一寡好的享乐，是上好的安尼啦吼。我想逐个人拢足爱的吼，伫遮保罗甲因有一寡伫道德上啦，对信仰上啊，特别是咧讲到搁活。中间咧这物件吼，这学术所训练出来人，基本上对公共事务无有迄种负担啦。咱讲较欠缺公德心，也是讲用咱即摆话来讲，较无迄个公民主义啦吼。咱讲公民主义吼，公民教育是现代来讲是足重要，但是遐个人伊感觉讲，拢较注重家己的享乐，因所敬拜遐鬼神基本上是安尼啊吼，所以这是因的思想吼，因思想。这我想这大概安尼，我互咱资料咱再家己看吼，这基本上就是讲，今仔日所要讲伫保罗甲这个希腊的铁学家，因基本上咧论的就是有搁活无啦吼，这个是足重要，伫保罗的传福音的中间。前礼拜这个文化有问到吼，圣经有其实讲真清楚，保罗伫这个所在就是咧甲因论搁活的耶稣基督，甲因咧信的吼。斯多亚学派吼，较属伫即种啥物神拢拜吼，叫做泛神派啦吼，Pantheism 吼，这泛神派嘛影响因当地内的人，就是讲啥物伊拢通好拜吼，啥物人通好拜，这甲咱台湾的民间宗教真正是足共的吼，足共的吼。好，大概我想
这个是这个部分所要讲的啊。保罗伫遮甲因咧论的较严重的这个冲突，就是讲因无相信国外，无相信讲性命有迄个永生啦吼啊，所以伫遐伊甲保罗有一寡来辩论安尼吼，国外福音是保罗真重要吼，伫伊个传福音的中间，伫伊个批信中间，伊甚至伊咧讲着讲，若无国外咱所传的，就是枉然吼啊，所以保罗伫即个所在，伫耶稣国外信息中间，伊真坚持啦吼啊，几个反省的问题就是讲，台湾人其实咱嘛是面对多元的信仰嘛。基本上台湾人嘛是pantheism吼，就是讲即个泛神论啦吼，因会惊的都拢会当拜啊吼，伟大嘛会当拜吼，啊大的嘛会当拜，所以有迄个神木啦吼，有迄个石头公啦吼，有灶头啦吼，啥物事拢会当拜吼，这对咱来讲，今仔日看保罗的即个伫雅典的传福音，会当帮助咱做一寡无共款角度的思考吼，犹太人互咱一寡提醒，搁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因本地是上帝的选民，却正对教会的搅扰者、主动者啦吼。我想这个对咱来讲，特别是定做基督徒，咱是需要来受提醒吼。啊，比利亚信徒因的追求嘛，值得咱学习，所以保罗甲因讲，因这人吼较文明啦吼。因追求信仰吼，传统的文学家对信仰的影响吼，哲学家、文学家，我想拢有影响，有真侪著作对基督教的信仰思考有一寡方面的影响。我想这嘛是咱会去面对着的代志吼。咱有看到迄个伫上路尾40个所在看到官员的信主吼。咱嘛会当看到一寡官员信主，现代嘛有啦吼，有一个将军啦吼，伊了后尾提申请即个台湾的吼，伊尾申请即个提早退休退伍吼，伊去做啥？伊去做迄个帮助一寡善车的囡仔，去募集即个资源吼。去送这个囡仔吼，伊嘛做真好的见证啦吼。咱会看到讲，遮有一寡异端、异教的组织。异端我基本上是较偏向咧讲着，伫迄个犹太宗教对基督教的影响。异教就是遮的希腊、罗马遮的神明的崇拜吼。因当然对保罗的宣告一定是足大的阻力啦吼。我想伫咱要传福音的中间，咱拢会去拄着遮个阻力比如讲你若要对台湾的民间宗教的家庭来传福音，第一个就是迄个祖先崇拜吼，阻碍等等遮的吼，拢有咱所拄着的这个问题吼，而且会当帮助咱做一寡思考甲互咱激励啦吼。后礼拜要看18章第1节到23节安尼。好，我先把这个关起来，咱再来讨论吼。OK， 我把这个关起来。